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門前直樹嘅頻道。啱聽啱睇嘅朋友，記得分享、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。話說今朝就收到順豐一個 message 咧，就話我有個快件滯留多時，已經被回收，叫我喺24小時之內就撳佢俾我嗰個連結去更新地址。咁你知啦，我呢啲老人家收到呢啲咁嘅 message 咧，梗係好驚噶嘛。佢叫我咁做，我咪咁做咯，係咪？點知係咪阿仔寄嚿金俾我啊？呢排啲金價升到嘭嘭聲，似模似樣啊吓，有晒經過中途站嘅時間，最後因為地址有誤，無法派送，嗱聲就撳個安排重新配送嘅掣，仲要用生平以嚟最快嘅打字速度輸入我嘅聯絡資料同埋地址。攞到我嘅地址仲唔夠喎，仲要同我收錢喎，諗住佢收10蚊雞咁少，咁我咪嗱臨輸入埋我嘅信用卡資料俾佢咯。點不知個提交掣又冇反應，唉，搞到我個心囉囉攣。聽日我俾個電話順豐同佢聯絡下啦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有咩睇法歡迎留言分享，拜拜。